大家好，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係有錢人嘅4個習慣。你係咪成日都好好奇，點解有啲人可以咁有錢？但係自己又永遠唔知點解幾努力都好，永遠都追唔上咧。其實有錢人嘅成功並唔係完全係靠運氣嘅，而係佢哋真係有特定嘅習慣同埋策略。佢哋無論係點樣嘅背景或者咩年齡都好，佢哋都有啲共同點，令到佢哋可以累積同埋維持財富嘅。今日我哋就嚟詳細咁講解下呢4個嘅習慣，等你可以從中學習，提升下自己嘅財務狀況。有錢人嘅第一個習慣就係長期關注自身嘅財務狀況。你可能會覺得財經媒體成日都喺度講嗰啲咩什麼短期市場波動、咩季度收益啊、最新技術圖表嘅預測啊、聯儲局主席嘅評論等等等等等等。呢啲咁嘅資訊咧，驟眼聽嚟好似好有用，或者可能你會覺得對我哋嘅成個市場或者對我哋嘅個人投資組合有好大嘅影響。大部分嘅有錢人、大部分嘅百萬富翁都知道要完全忽略呢啲短期嘅雜音嘅。點解呢？因為呢啲短期嘅波動往往係會令到投資者，令到佢哋做出一啲好衝動嘅決定。呢啲決定可能可以睇落好似好細小，但係可以令到佢哋損失數千甚至數百萬嘅美元。所以有錢人通常都會專注喺長期嘅財務規劃，而唔會俾呢啲咁嘅短期市場波動或者呢啲咁嘅雜音去影響嘅。第二個習慣就係制定並且按照計劃進行儲蓄或者係投資。累積財富並唔係一件相當好玩有趣嘅事，尤其是當你要面對儲蓄、投資又或者係還清債務呢啲咁無聊嘅任務。但係呢啲正正係實現財務富裕嘅最可靠方法。有個好資深嘅投行總裁咧就話，佢嘅最成功嘅客戶通常都會先決定咗自己嘅目標，然後計算好佢哋需要儲蓄同埋投資要幾多錢，先至可以喺期望嘅時間之內達成目標嘅。之後咧，呢啲有錢人就會圍繞住呢啲目標嚟建立自己嘅生活方式。呢種有計劃嘅儲蓄同埋投資方式，令佢哋可以更有效率咁樣累積財富。第三個習慣就係無論市場好壞，佢哋都會自動進行投資嘅。呢啲百萬富翁嘅財富秘訣之一就係佢哋會支持短期性嘅市場波動，並且無論市場好壞都會繼續致力於投資。佢哋會決定每個月或者每個季度需要投資或者儲蓄幾多錢，然後喺佢投資賬戶之中設定咗自動嘅轉賬，銀行幫佢轉賬同埋自動嘅購買計劃嚟咗執行佢哋嘅投資計劃。透過呢啲自動化嘅轉賬交易，佢哋可以將投資嘅決策同埋當下嘅情緒完完全全咁分開。咁樣做可以減少因為想睇下個市而家點樣嘅情況先啦咁樣嘅情緒而停止轉賬嘅誘惑。佢哋一開始做出咗呢個決定，並且佢可能喺個過程裏邊深思熟慮過之後，佢哋就會開始馬上按計劃去做。最後一個習慣就係對市場波動完全嘅無動於衷。巴菲特喺1990年嘅一封致佢哋公司嘅股東信裏邊咧，就話佢間公司嘅投資風格，佢形容為係幾乎懶惰嘅昏睡狀態。但係佢亦都講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就係佢哋投資嘅風格嘅基石。我哋都知道短期嘅股票投資市場係的確存在風險嘅，但係以長期嚟講咧，股票嘅表現長期係優於其他嘅資產類別，例如債券啊，或者係銀行儲蓄咁樣。多數嘅百萬富翁都好清楚呢一點，並且專注喺佢哋嘅個人金錢應該係點樣去配置，點樣去為佢哋嘅儲蓄而佈嘅。佢哋好知道，佢哋根據計劃嘅投資，所以雖然佢哋會感到擔憂，但係佢唔會驚慌，亦都唔會因此作出阻礙佢哋長期投資組合成長嘅改變。多謝各位收睇，下次見。